大家好，我係李珊珊。如果想知多啲我嘅近況啊、資訊啊，搞緊啲乜嘢呢？記住睇堅料網啊！因為驚恐症，李珊珊神隱咗10年。前年復出嘅佢，同幾個拍檔經營 YouTube 頻道三楚山，開始營運超過1年，至今仍未有利潤。佢承認有壓力，唔諗噶啦，只知道要努力咯。因為冇得諗啊，因為成個世界係咪成個整體經濟唔到你諗啊？你唯一可以諗就係諗下點努力做好佢嘅啫，冇其他方法。所以唔好嘥自己啲時間，努力啦。幾時賺錢個天會話俾你知噶啦。佢覺得你係時候啦，咁樣佢咪會俾你咯。佢慶幸所有數據朝住好方向發展，頻道都儲咗一班固定觀眾，佢哋會在評論區留言同佢傾談。其中有95%都屬善意，呢個互動我好珍惜咯。佢哋會講話，好似做珊珊大爆發啊，睇得好開心喎，因為我笑得好開心啊咁樣。咦，珊珊好似有一步一步咁唔同咯喎，由可能1年前嘅我到而家見到我有轉變啦咁樣，咁開心㗎呢樣嘢，因為都係想入翻嚟個社會或者入翻嚟個圈子啊嘛，我最終目的啦，又或者係可以將我自己過去嘅自身經歷同別人分享，唔使行冤枉路，又或者佢哋係唔孤單。可能3-4年前咧都已經想嘗試睇下個能力可唔可以搞到一個平台出嚟啊！咁但係可能之前會想健康啲啦個身體，我好知道大家個標準係唔會習慣見到而家嘅我噶嘛，因為個對比好大啊嘛。於是佢仿效大部分歌手，開演唱會前跑步減磅。不過冇幾耐易出現問題，好在我話同個醫生講，咁醫生本身去過佢其中一科都係睇運動受傷嗰科，咁佢話好彩啫，你冇一個動作好似打羽毛球你殺完波跳落去嗰一下，嗰個力咧係足以可以即整斷嘅。平時咧你想扭斷佢都唔得嘅，但係如果你食到個槓桿原理，嗰一下落地咧我就有機會斷咗要唞6個月嗰啲。呢件事令李珊珊悟出復出冇所謂最適當時機，與其唔知等到幾時，佢決定豁出去，無論如何叫自己行出第一步。因為之前真係準備出嚟嗰時候，我都要同我個拍檔或者我間公司嘅導演3個傾咗一晚，會唔會好海嘯式嘅負評呢？咁樣，咁終於都傾通咗啦，話好啦，我決定要行啦，我唔會理噶啦。人生都係咁啦，即使我相信去到咩人都會有唔喜歡嘅，仲要加上我自己係一個公眾人物啦，又或者我以前可能大家個印象成日都係好可能關於身材啊，咁呢啲可能係某程度一啲觀眾係會唔中意就唔中意噶嘛，即係冇可能我可以滿足到每一個人都會喜歡我。你都知其實你身邊僅有1-2個人，即係睇人乜最開心嗰啲咁樣呢。從前喺舊公司唔識表達，遇上職場欺凌都唔敢出聲，直至身體爆煲，同外間都斷絕咗聯繫。高層約見佢亦只管流淚不辯護，見佢狀態實在唔好，先至可以解約離開。嗰陣時真係唔識表達嚟，咁你想唔想成世都俾人恰啊？唔想你就會轉變噶啦，咁樣打翻嚟嘅。幸而嗰段日子都俾佢遇上人性光輝，好似黃日華誠懇提醒，千祈唔好相信任何人。又如結識到生死之交林保怡，仲有佢鮮有提及嘅關詠荷。我覺得喺電視台感恩係可以認識到Esther 咯，因為呢個真係好人嚟嘅啫，好人好人。我覺得2個女人可以喺埋一齊相處，開心心又冇乜冇嗌叫，跟住有時可能傾一啲好深入嘅話題，咁已經好好噶啦，我覺得啦。咁我同佢烈火雄心嗰時認識噶嘛。咁好多戲都同佢喺埋一齊噶嘛，雖然佢冇嫌棄過我啦，咁話晒嗰時佢已經真係獨當噶啦嘛。咁佢又會同我傾偈喎，跟住然後蔡先生蔡瀾嘆世界佢又有份去日本嗰程喎，成程我就係咁同佢玩喎，好多記回憶喺晒裏邊咯，全部都係開心咯。有時唔使話一定要共過患難跳過火圈嗰啲先叫做係生死之交咁樣嘅。近年來李珊珊確實有不少不一般經歷。去年初佢患甲型流感入院，再度徘徊生死邊緣。入到去已經去到原來唔係人咁品啦，已經跟住然後104嗰啲咁樣啊，103點幾啊，103.7啊，然後開始意識好模糊啦。
跟住要轉呼吸機，即係普通呼吸機已經幫唔到我啦。跟住個維生指數，即係個血含氧啊，係咁跌落去，跌到已經好唔樂觀嗰隻啦。但係個醫生咧非常之鎮定咧，令到我哋唔覺咁危險嘅開頭。咁啊住咗10幾日醫院定廿日，唔記得咗啦。我係好難記得實嘅啲數目字嘅嘢。對於健康，李珊珊當然十分重視，不過佢唔會過分緊張。例如佢現時有甲狀腺低下，營養師朋友唔建議佢食貝殼類海產，佢接受意見，但唔會叫自己過分規行矩步。會唔會好刻意咧攞個磅出嚟喺度計時個 kcal 啊？又或者呢樣唔食得啊，嗰樣唔食得啊？我反而我覺得輕鬆啲，我覺得個精神上都唔好變咗清教徒咁樣，其實係另一種精神折磨嚟嘅喎。